你有冇見過啲咁 hardcore 嘅車先？上次就介紹完咧，好多人中意嘅 MT-07，今次介紹啲特別啲嘅。嗱，佢就係Yamaha沙漠之中嘅野馬 Tenere 700。應用喺 MT-07上面嘅 CP2 引擎咧，喺世界各地咧都非常之受歡迎嘅。Yamaha咧當然就唔會放過今次可以將好東西咧發揚光大嘅時機啦。嗱，佢呢副引擎咧，除咗街車有用之外咧，跑車 R7 有用啦 ，Chaser 7有用啦，去到最 hardcore 嘅層面咧 ，Tenere 都係用佢嘅。呢款車咧，其實早喺2016年嘅時候，以 T7 嘅概念車之名咧去亮相嘅。你見到佢成個車身嘅設計非常之硬朗，最特別嘅就係佢份車頭啦。佢成個車頭咧就由達卡瓦里嘅廠車咧直接調過嚟咁樣用嘅。咁你又點會話佢唔型咧？咁喺世界各地啦，其實對佢嘅評價相當之高嘅。正因為咧，其實佢好為咗 hardcore 去咗越野誕生，所以其實佢揸起上嚟咧，成個扭力感係好充足嘅。再加上佢嘅 position 啦，同埋佢嘅手把啦，其實好誘導住駕駛者咧企起身咁揸嘅。講到佢咁正啦，咁多優點啦，其實所有呢啲優點咧搬到嚟香港咧，我相信就變咗缺點㗎啦。點解咁講咧？始終呢部車咧都係太大部、太過高啦。咁所以喺香港使用情景嚟講咧，我相信70% 嘅道路環境你都唔會咁愉快㗎啦。莫講話你想拍個骨位啦。究竟有咩人會花錢去買佢咧？其實買佢真正嘅意義咧，係希望你咧俾你一種日日好似旅行嘅感覺。